顶个月底落大水后，云林县口湖乡有真侪太阳能发电的所在拢积水，和民众是真怨叹。民意代表嘛批评业者拢无处理，即马又有风台要来咯，安全甲卫生恐惊会出问题。县政府表示讲会来赶紧来展开联合稽查，嘛会来要求业者要赶紧来处理积水。太阳能板下骹的农产饮水，云林县口湖乡有真侪地势较低的农产气氛。做好太阳能供电业者种电，淹过电量落雨了，饮水生真侪网虫。最近伫个顶湖村一个暗场，自7日8大水雨到即马，水拢无退，影响村民出入。而家落雨就水就足侪啦，拢无水通通出去啊！一个阿嬷90几岁住伫内底啦，算讲无法度通出去啦。若了落雨就是走去因兜去，这条路嘛算讲淹足大咧。爱提供他，互阮大家出入会方便。这种情形请有关单位为了人道主义在当地民代讲，口湖乡有真侪供电暗场，若是拄着落雨淹水，拢是靠日头拍打。淹过7日8大水雨了，有真侪所在煞变做跳水池，工作要求厂商处理。淹过有一寡业者是凊彩应付尔。对此，云林县政府讲会派相关单位去现场稽查。案场经过多天之后，积水能不退哈？它大概我们会稽查。相关的积水排水路是不是有问题？那这个积水对环境卫生方面是不是会造成相关的影响？云林县政府建设处讲，已经通知业者要赶紧处理改善积水的问题。建设处会甲公所去看乡内所有暗场现主时的情形，针对排水水路也有环境的卫生进行稽查，若是有无符合规定的，会依法办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